您看到的是无差别级复赛8进4的比赛，比赛双方是红方布拉汉对黑方刘宁。这是犯规了，没错。CKF 的比赛里边呢是不允许，这个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。当3点以上着地的时候，头部是不能够被腿踢的。又冲上来了。黑方啊，刚才那一击其实很重，他在表示我能打我能打的时候，其实头脑不是很清醒，对，不是很清晰。哇，武拉汉的这种摧枯拉朽的力量，赶紧吧，赶紧要这个比赛干预了。对。